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5号机组前面。那么基本上最后的海水排出的设备都是聚集在这个地方。在我身后的这个蓝色的管子，在后面的那个设备呢，是将海水和核污染水进行混合的一个设备。在混合了之后呢，整个要排出的水将会通过这个粗的蓝管子，最后再通过1公里的海底隧道，那么排到大海里。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份来自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，主要是核污染水处理系统的示意图。在采访的过程中，东京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反复地跟我们介绍，在核污染水排海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，他们都有多重应急机制可以立即停止。那么在采访的最后，我问他，那如果核污染水排海出现了问题，他们有没有考虑过核污染水排海以外的其他核污染水处置的方案呢？然而得到的答案是，他们除了核污染水排海之外，没有考虑过其他核污染水处理的办法。总台记者何新磊，日本福岛报道。